们主导，向部队自主培训的重大转变，是海军航母建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中央電視台嘅軍事專家仲指出，今次海上訓練大大提升艦載機多批次升降以及艦機嘅協同。過去啊，我們看到就是遼寧艦上最多發展到4架這樣的固定翼艦載機，就是像殲15這樣的作戰飛機。那麼這次呢，用8架飛機啊，就是連續的從這個航母上進行起飛，然後呢相繼的着艦。那麼這就說明它的這種作戰飛機的數量有了大幅度提升。佢又話，作為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號自2012年9月展開一系列科研試驗同訓練工作，為未來航母發展奠定基礎。無線電視記者馬慧珊報導。中日韓外長會議舉行前夕，據報中國外長王毅同埋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非正式交換意見，可能觸及釣魚台同埋南海問題。中國外長王毅同南韓外長尹炳世喺東京出席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為兩人而設嘅歡迎晚宴。王毅今次訪日係自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班子喺2012年上台之後，第一次有中國外長訪問日本。共同社報導，岸田同王毅喺晚宴之後非正式交換意見，持續大約1個鐘。岸田早前話希望同王毅會面。I want to handle pending bilateral issues in direct bilateral talks with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I want to clearly and directly convey Japan's position to the Chinese side. 日本外交官員透露，近期多艘中國公務船駛入釣魚台，即日本叫嘅尖閣諸島附近海域，令日中關係再度緊張。岸田會向王毅表達立場，要求中方